早晨，大家好，好快脆又一個星期過去，感謝神一個星期嘅平安健康係神恩待嘅。咁我哋再讀呢個使徒行傳，你今日係讀第二章，使徒行傳第二章14至39節。咁講到彼得門徒彼得佢開始講道啦。我哋記得第一章嘅時候呢，我哋認識到呢個路加醫生呢係記載門徒耶穌吩咐佢哋等候聖靈嘅降臨。亦都係講到第二章五旬節聖靈降臨。咁我哋上個主日呢就講到聖靈降臨嘅時候呢，就好大嘅聲音第一聽覺嗰度好大嘅聲音，亦都係聽覺入邊有啲風嘅聲，好大風。有視覺入邊呢，有嗰啲火焰，好似舌頭咁降落在門徒同埋信徒嘅身體上。亦都係講到有15種不同嘅香言香談嚟到傳揚福音。15種不同地方或者國家民族嘅人聽到話，呢啲係我鄉下嘅喎，鄉下話。譬如我父母係上海嚟嘅，我識聽上海話。但係如果人同我講福建話呢，我就唔識。聖靈就恩待佢哋，賜俾佢哋呢個多種方言。呢個方言呢，呢一度係講一種言語，大家都認識嘅。今時今日我唔識其他，好似西班牙話嗰啲呢，我唔識。但係假若今日我哋喺度研究聖經嘅時候，有一個係墨西哥嚟嘅，佢話Jacob 原來識講西班牙話，咁就係聖靈口才嘅恩賜，佢呢個叫做方言。好多人靈恩派講嘅方言呢，就係信徒與神溝通嘅神秘嘅話語，你同我都聽唔明嘅，除非你係有翻譯嘅恩賜。聖靈假若俾你可以翻譯得到呢，你就可以同佢哋翻譯呢個神秘嘅聖靈嘅話語。好，今日我哋繼續睇落去，聖靈降臨嘅時候呢，賜俾門徒彼得一個口才傳揚福音。假若你對聖經認識嘅話呢，在耶穌被捉受難嘅時候，彼得就跟住佢哋去睇睇點樣嚟到害耶穌。在嗰個會堂入邊呢，有嗰啲侍女即係嗰啲傭人話：喂，你咪係加利利人耶穌嘅門徒呢？彼得3次不認主，第3次不認主嘅時候，個雞叫朝頭早雞啼嘅時候，鳴嘅時候，咁佢就知道自己係因為怕，因為驚俾人捉拿，所以佢就3次不認主。今日呢，有聖靈嘅降臨，聖靈俾佢膽量，俾佢智慧，同埋俾佢口才。15種不同嘅猶太人從不同嘅地方嚟守呢個逾越節，又守五旬節嘅時候呢，佢哋講：哇！門徒彼得佢可以講出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嘅原因，同埋佢嘅受難，同埋佢嘅復活升天。呢度以前彼得冇呢個膽量，冇呢個智慧，冇呢個勇氣。但係今時今日呢，彼得第一次宣道，佢講藉着聖靈俾佢能力，講出主耶穌基督完成父神救贖嘅
恩典同埋救贖嘅工作。好，我哋大家開始之前，一齊嚟到祈禱。天父係感謝你俾我哋呢個時刻嚟到查考你嘅話語，亦都係認識在聖靈降臨嘅時候，佢俾我哋有特別嘅智慧、勇氣、膽量嚟到傳揚福音。好多時我哋係軟弱嘅，或者有好多藉口冇呢個勇氣嚟到傳揚福音。但我哋知道傳揚福音唔係我哋自己個人嘅能力，最重要係聖靈賜俾我哋嘅智慧同埋我哋嘅勇氣嚟到傳揚。以下嘅時間，求聖靈帶領我哋學習嘅，我哋聽嘅，我哋讀嘅，可以在生活上活出榮神益人嘅見證。以下嘅時間，聖靈打開我哋嘅耳朵，打開我哋嘅心門，我哋可以接受父神俾我哋嘅教導。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求，阿門。今日嘅經文比較多但係我哋又分開三段。第一段呢就講到聖靈澆灌嘅景象係用呢個約珥書先知約珥嘅嚟到講述嘅，係講到聖靈澆灌，即係聖靈降臨嘅時候點樣充滿我哋嘅信心。第二呢就講到門徒彼得第一次宣道，佢宣道嘅內容同埋佢用乜嘢嘅方式嚟到傳揚救贖嘅福音。最後呢，第三段呢係37節至39節呢，就講到我哋應該要點樣回應神救贖嘅工作，神賜俾我哋嘅赦罪恩典，主耶穌基督嘅犧牲，為愛你嘅緣故嚟到願意付上呢個贖罪祭。好，經文比較長如果你可以嘅話咧，打開自己嘅聖經，我哋今日係讀《使徒行傳》第2章14節至到39節。咁咧，我哋分開三段第一段咧就係14節至到21節嘅，呢度講到聖靈佢澆灌門徒信徒嘅景象係亦都係藉着先知約珥所講嘅預言點樣嚟到應驗。好，第2章14節咧就話彼得和11個門徒站起來，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嘅人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嗎？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已經係即係朝早9點。我哋停一停。咁上一次我哋讀嘅時候咧，聖靈降臨嘅時候，因為個聲好洪亮又風大，又睇到佢哋見到咁嘅情形咧，好多不同嚟耶路撒冷城敬拜嘅人嚟到一齊聚集，因為佢哋想好似話睇睇有咩事發生，係聖靈在五旬節降臨在呢個門徒同埋信徒嘅身上，佢哋降臨好似一個火焰舌頭咁嘅形狀嚟到降臨在佢哋身上。所以呢度咧就話，你哋應該知道主耶穌基督曾經同佢哋講，我升咗天之後，你哋一齊響耶路撒冷嚟到聚集。咁呢個時間聚集嘅時候，佢哋見到咁嘅情形咧，又見到門徒佢哋講方言，講15種不同鄉音嘅各種不同嘅話。咁咧佢就話13節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所以呢度門徒彼得第一次講到咧，首先就話佢哋唔係醉酒，呢家係朝頭早9點，
佢哋都未食早餐嘅，所以佢哋冇可能醉酒。咁就開始講啦喎。咁啊，如果你去睇戲咧，好多時嗰啲導演啊嗰啲戲咧，你一入場正式開始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好軍委嘅，即係好大嘅震撼嚟到刺激你。咁呢度咧，先知約珥所説嘅話咧，就係先嚟到應驗先知講到聖靈澆灌我哋啊，所以呢度由16節嗰度開始讀到21節。好，呢度係先知約珥所説的，呢度係應驗先知講出聖靈澆灌我哋個人嘅情形啊，呢個景象係一個預言嘅，亦都係已經係實行咗噶啦，應驗咗噶啦。17節咧就話，神説在末後嘅日子，父神話，我要將我嘅聖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説預言，你們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呢要做異夢。呢度係講到神嘅聖靈充滿嘅時候，佢哋嘅異象。18節，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説預言。第二個景象係咩呢？使女同埋僕人，佢要講預言。19節，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20節，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時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呢度咧係一個預言應驗咗咩啊？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嚟到藉着聖靈嘅澆灌，我哋見到呢啲預言嘅應驗啊！咁呢度有一點要講到嘅咧，就係話20節，日頭要變為黑暗，在主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嗰一刻咧，個日頭唔知係日食啊，因為係神蹟就變咗黑暗月亮要變為血，呢度係講到主嘅日子。呢度話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呢度講到主耶穌再嚟嘅時候，佢嘅情形就話係嚟審判活人死人。呢個係講到主耶穌再嚟嘅大日子，佢呢度話主嘅日子。俾我哋勉勵嘅21節咧就話，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呢個預言嘅應驗咧就話，神愛我哋，有呢個救贖嘅工作，道成肉身嚟到世上，將為要我哋嘅罪犧牲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主耶穌死埋葬之後，第3日復活，40日升天，第50日咧叫做五旬節，聖靈降臨。所以最重要嘅一點咧係21節，你凡求告主耶穌基督嘅名咧就必得救。我哋嘅安慰就你唔使驚有好多奇事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日頭變為黑暗，月亮變為血，呢啲係將要發生嘅事所以呢度約珥呢個預言咧係講出父神救贖嘅工作，亦都係講到主耶穌基督將來再嚟嘅時候所發生嘅事咁呢度繼續睇落去啦。所以彼得第一咧，佢個開場白咧用約珥嘅預言
係話神救贖嘅工作已經係完成啦。我哋將來要等候主耶穌再翻嚟，再翻嚟嘅時候，未翻嚟之先，你哋要求告主耶穌嘅名，咁你就會得救。所以將來發生嘅事，主耶穌再嚟嘅事，你哋唔需要驚啊！呢個係第一點，一個大嘅開場白。咁啊，第二點開始咧，就講到門徒彼得佢講道嘅內容咯，係講到22節開始至到36節，咁我哋亦都係分小段嘅嚟去睇。咁啊，彼得佢宣道咧，第一，因為聖靈俾佢能力，俾佢口才，同埋俾佢智慧，在佢講道嘅時候，我哋睇得到佢個內容咧係引用3段不同嘅舊約聖經。我哋剛啱先讀嘅係以約珥嘅先知佢嘅原意。第二同埋第三經文咧，係亦都係響詩篇第二嗰度係講到詩篇16篇8至11節。第三段嘅經文佢引用咧係詩篇110篇嘅第1節所以我哋好多時聽到咧，應該係聖經解釋聖經，用經文解釋經文。好多時有好多嗰啲講道嘅人咧，佢有聰明有智慧，但係佢係冇根據聖經嚟到講嘅。我去過好多不同嘅教會，亦都參與不同嘅崇拜。好多牧師咧，佢引用聖經嚟到開場白，即係話我哋今日讀經，咁我諗住你既然讀到一篇嘅經文，咁你個講道內容就應該係跟住嘅聖經嚟到講啦。唔係，佢哋有好多creative idea 就嚟到講。有啲人真係好嘢，佢有口才，亦都係講到古仔咧，聽到你嘅耳都流出啲油嘅。但係呢度彼得唔係，佢係用聖經嚟到講解聖經。所以最重要咧，我哋聽到你第一個重要咧就話講得好嘢，講得好嘢，我以後都出，我又好開心，又激勵但係你有冇學習神嘅話語咧？我冇啊，同剛剛讀經嘅經文完全兩回事啊。咁你就覺得我花咗半個鐘頭45分鐘，我根本唔知你講乜嘢。但係你嘅故仔咧好動聽，咁你講嘅道理又好似啱，但係咪聖經嘅教訓咧？咁又兩回事。所以呢度我哋讀嘅時候，彼得佢第一次宣道，聖靈俾佢嘅口才、智慧、勇氣嚟到講解聖經呢度係講主耶穌基督佢嘅生平同埋佢嘅工作，亦都係講到主耶穌基督佢為愛我哋嘅緣故願意犧牲，亦都係最重要咧，就話同人哋傳講福音。若果你冇講到主耶穌基督復活嘅大能咧，你就好似使徒保羅就話，若果主耶穌基督冇復活嘅大能，我哋所講嘅咧就係浪費嘅，就空虛嘅所以我哋記得傳揚福音咧，第一要講點解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因為神愛世人，佢要有呢個救贖嘅工作。第二咧，亦都係講到聖經嘅預言，舊約嘅預言佢點樣嚟到受苦，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亦都係在第3日復活。復活之後40日升天第50日咧，五旬節咧，聖靈降臨，三位一體嘅真神父神計劃救贖嘅工作，主耶穌基督實行呢個赦罪嘅恩典，付上呢個贖罪祭，聖靈降臨，等我哋與聖靈同在。將來聖靈因為在我哋心入邊幫我哋明白聖經嘅教訓，同埋有口才有智慧
嚟到講解聖經，亦都係聖靈幫我哋教導我哋、指責我哋同埋安慰我哋。所以呢度開始咧講到聖靈嘅工作，因為主耶穌已經升咗天，坐在父神嘅右邊，為你為我禱告，所以聖靈一定要降臨，同我哋一同活在呢度幫助我哋，佢係我哋嘅保惠師。好，我哋就由22節讀到去36節，亦都係分段嘅嚟到睇下。22節第2章22節就話：以色列人啊，請聽我的話，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都是你們知道的。我哋讀約翰福音或者其他馬太、馬可、路加福音呢，我哋知道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佢在世上3年嘅傳道工作，佢做咗好多異能、奇事、神蹟。個主要原因呢，因為嗰啲神蹟係證明佢係神嘅兒子，佢有父神嘅大能，有父神嘅同在，呢個係一個證明。亦都係在3年入邊，我哋睇即係嗰啲門徒同佢一齊住在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咗3年，佢係見證主耶穌基督係父神嘅兒子，有神嘅大能。好，23節，他既按照神嘅旨意、神嘅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着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呢個係神嘅旨意。神嘅旨意在救贖嘅工作入邊，好多人唔明白點解神嘅獨生子一定要在十字架上犧牲，身體擘開，寶血流出，為嘅係要付上呢個贖罪祭。假若主耶穌基督冇呢個贖罪祭呢，今日你同我嘅罪都冇呢個寶血洗淨所以呢個係神嘅旨意神嘅旨意就係話道成肉身，神嘅兒子因為愛我哋嘅緣故，願意降生由天上三位一體嘅真神嚟到降為人，佢係100%嘅人，亦都係100%嘅神嚟到咩付上呢個贖罪祭。呢個贖罪祭呢，就話佢要被釘在十字架上，身體擘開，寶血流出，係為贖我哋嘅罪好，繼續睇落去24節呢，就又睇呢度24節呢，就話神卻將死嘅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全個福音，第一道成肉身係神嘅獨生子降世，第二佢係死在十字架上付上呢個贖罪祭，第三佢係第3日從死裏復活咁復活嘅時候呢，以下25節至到28節呢，就講到大衛佢嘅預言係點樣嚟到應驗。呢度係大衛嘅詩歌大衛嘅詩篇係16篇8至11節嘅，係由呢個25節開始講，係講到復活嘅大能。25節咧就話，大衛指着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大衛指着邊個？指着呢個父神同埋呢個耶穌嘅對話。呢度講咩呢？佢話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邊。呢度係大衛嘅預言父神講嘅話。呢度話父神
耶和華佢講出嘅預言，大衛藉着父神嘅智慧、聖靈嘅啟示，就講呢度講主耶穌基督常在耶和華嘅右邊，叫我不致搖動，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耶和華愛父神愛子佢話咩啊？耶和華必不將主耶穌嘅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他的聖者見朽壞。所以主耶穌基督第三日復活嘅原因呢？主耶穌嘅靈魂冇撇在陰間，亦都係講到耶穌嘅身體冇朽壞。28節父神已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你見到父神嘅面，得到滿足快樂。呢度係講到復活嘅耶穌勝過死亡嘅快樂，因為主耶穌基督嘅復活，父神叫佢從死裏復活，俾佢呢個大能，俾佢呢個勝利，勝過魔鬼，勝過死亡。所以我哋嘅生命呢，因為耶穌復活嘅大能，我哋生命入邊有咩啊？有喜樂，有快樂，同埋我哋又得到滿足嘅快樂。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好多時咧就話你嘅快樂因為賺到錢，又呢度好，呢度順風順水，唔係，我哋嘅快樂係主耶穌基督得到父神嘅大能聖靈嘅充滿，勝過死亡，勝過魔鬼。好，繼續睇落去29節，就繼續彼得咧，佢講道嗰度時候咧，就29節到31節咧就話：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埋葬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對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了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就預先看見這事，講論基督復活，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不見朽壞。所以我哋呢度係讀呢個詩篇，大衛寫詩篇16章8至11節嗰度呢，大衛點解佢知道主耶穌基督佢會復活？呢個係即係講到預言應驗咗啦。所以我哋要知道復活嘅主耶穌基督係父神救贖我哋嘅工作之一。好，繼續睇落去，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呢個11個門徒除咗猶大之外，佢哋見到真正見到，亦都係同主耶穌基督在復活之後同埋一齊生活咗40日。所以呢度彼得咧就話：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被神嘅右手高舉，主耶穌復活之後升天咧，就高舉咗，又從父神受了所應許嘅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我呢度講到門徒所看見、所聽見呢個救贖嘅恩典。34節，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對自己說：大衛亦都係第二次講到呢個預言應驗。所以彼得傳道嘅時候，第一佢講若以
先知約珥書入邊佢嘅預言應驗。咁呢度咧，門徒彼得亦都係講兩段嘅聖經係響詩篇嘅。第一段咧就講到詩篇16章8至11節，講到復活嘅大能。亦都係呢度開始咧，亦都講到大衛預言應驗咗嘅咧，就係主耶穌基督佢嘅復活，佢嘅榮耀。呢度係講到詩篇110篇嘅第一節，由第3段嘅舊約經文，門徒呢度講解。34節，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咁邊個係主？邊個係主同主講呢？咁英文嘅翻譯本咧，第一個字主咧就係全部大草嘅 Lord， 係耶和華父神。主呢個係主耶和華對我嘅主，呢度講到耶穌，所以父神對耶穌就話：你坐在我嘅右邊，等我使你嘅仇敵作你嘅腳凳。所以呢度係講到主耶穌基督勝過死亡，勝過魔鬼，父神叫佢復活，亦都係將魔鬼好似腳凳咁俾耶穌搭住。所以呢個預言亦都係應驗咗，因為主耶穌基督第3日嘅復活，所以升天之後咧，坐在耶和華父神嘅右邊。佢又用魔鬼咧作佢嘅腳凳，因為佢戰勝過魔鬼，戰勝咗死亡。所以呢度彼得所講嘅內容大章咧，主要嘅信息咧就話，因為神愛我哋，佢有呢個救贖工作嘅福音，要主耶穌基督嚟到實行。咁亦都係講到話咩咧？父神藉着嗰啲無法之人嘅手，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因為耶穌要付上呢個贖罪祭，我哋嘅罪就得到赦免。咁亦都係在第3日復活。若果主耶穌基督冇復活咧，我哋嘅信心咧嘅憑據咧就空落㗎啦。所以呢度係講到耶穌係因為父神叫佢復活，然後咧40日之後升天，升咗天之後咧，佢坐在父神嘅右邊。父神將魔鬼一個腳凳咧就俾耶穌踩住。呢個講到救贖嘅福音係點樣完成嘅。好，咁繼續睇落去咯。36節，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嘅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為基督，基督嘅原意咧就話彌賽亞係救世主。假若主耶穌基督冇道成肉身嚟到世上，冇被釘在十字架上，冇第3日復活，冇升天坐在父神嘅右邊，咁今日你同我嘅信仰咧係冇憑據嘅，係冇落空嘅。但呢度彼得一次就講述呢個救贖嘅福音，我哋得到救贖主要原因，因為信，因為信靠耶穌。好，咁我想停一停，就講一講呢度有幾點係提出嚟嘅。第一點咧，主耶穌基督佢嘅死、佢嘅埋葬、佢嘅復活，呢個係神嘅旨意所以神救贖嘅工作咧，我哋好多時唔明白。今日嘅猶太人咧，仍然係等緊彌賽亞嚟，但係呢度話已經呢個神已經立他為主，
為基督了。所以我哋要知道，主耶穌基督係完成救贖嘅福音，亦都係因為佢十字架上嘅犧牲咧，我哋知道主耶穌基督係真正嘅付上贖罪祭，亦都係呢個神嘅旨意。咁讀完咗之後咧，我哋就知道呢個係舊約預言神救贖嘅工作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咧，就講到你嘅回應係乜嘢我哋彼得講咗呢個救贖嘅工作，就要我哋回應咯。再回應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奇怪。俾我再讀一讀23節，你們藉着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記得呢句話係邊個釘耶穌呢？好多人話係羅馬兵丁。咁我哋再回應嘅時候，我哋再睇一睇。我哋繼續讀落去咧，就37節至到39節，我哋亦都係分少少嘅時間嚟到讀。37節，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嘅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叫你們嘅罪得到赦免，就必領受所賜嘅聖靈。因為這應許父神嘅應許係給你們同埋你哋嘅兒女，並一切遠方嘅人，就是主我們神呼召來的。呢度結論我哋點樣回應？彼得在宣道嘅時候講出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到犧牲在十字架上，釘死受苦受難。邊個釘死佢呢？呢個問題咧就話響嗰陣時，我同你講23節，他們即係你哋猶太人藉着無法人之手，羅馬人嘅兵丁把主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死了。嗰個問題再深一下。今日咧呢度話眾人聽見門徒彼得宣講神嘅福音，救世主耶穌基督，佢道成肉身，犧牲在十字架上復活，完成呢個救贖工作，係父神嘅旨意。亦都話呢度眾人聽見呢個福音全部嘅內容，佢哋要扎心，覺得扎心。若果你係無辜嘅，你會唔會你嗰陣時講嘅道理咧，我嘅心好似俾呢個道理真理同埋主耶穌基督嘅救贖工作刺入我嘅心，刺到我心痛呢個叫扎心。點解佢會扎心呢？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呢，佢哋自己責備自己，覺得自己係錯咗。點樣錯呢？係猶太人逼羅馬嘅兵丁嚟到釘耶穌受在十字架上。所以今日咧，呢個元兇佢羅馬兵丁係俾佢哋藉着佢哋政府嘅權力嚟到釘耶穌十字架上。咁呢個殺耶穌嘅元兇係邊個咧？唔係個兵丁，佢只係執行呢個律法執行上邊人叫佢做嘅。嗰個元兇咧係猶太人。猶太人話：我哋要釘死主耶穌基督，我哋要釘死
呢個自己覺得係神嘅兒子，釘死呢個猶太人嘅王。我哋呢度就因為佢哋自己知道佢哋係逾越節上嚟耶路撒冷城守呢個神嘅日子，在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京城嘅時候，佢哋係歡呼歡迎奉主名而來嘅救世主彌賽亞。一個週末就話要釘死佢，釘死佢。嗰個元兇呢，就係呢啲猶太人。逾越節之前歡迎耶穌進京城，逾越節未開始過晚呢，就話要釘死佢。元兇就係猶太人啦，但我有一個見解，主耶穌基督完成救贖嘅工作，主要係咩啊？赦免我哋嘅罪，佢叫贖罪祭。佢身體擘開，寶血流出，就完成呢個救贖嘅福音。所以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主要嘅原因就係赦免你、赦免我嘅罪。係你、係我猶太人，世上一切嘅人，因為亞當夏娃犯咗個原罪。我哋今時今日好多人話我冇罪啊，我好好㗎，我呢個人係最慈祥，乜都係又施捨，又做好多捐錢，又做好多好嘅事。佢哋唔知道同神嘅嘅 standard 個標準嚟講咧，佢哋係錯咗嘅，佢哋犯咗罪。有咩罪咧？你有冇鬧過人？你有冇成日對人背脊，成日批評人？你有咁嘅話咧，登山寶訓耶穌話：你因為鬧人哋、誣告人哋，你已經係害死咗佢。你係一個殺人犯。你中意睇咩嘢話？睇女人？係啊，有好多女人係好靚噶。但係你動咗淫念，動咗淫念咧，你就係犯咗奸淫。我見到人哋有咁多嘢，你有冇順手牽羊偷咗人哋啲嘢咧？你有嘅話，因為你嘅心貪心，你就犯咗罪。你有冇認罪咧？我冇認罪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冇犯罪。呢啲閒閒嘢。唔係啊！你同神嘅標準嚟到講咧，你係犯咗罪。你有冇覺得扎心？你有冇良心自救？如果你冇咧，我為你可憐，因為你已經麻木咗啦。所以呢度係聖靈感動你咧，你扎心，自己良心責備，自己認罪，你就要悔改。有好多人認罪，有好多人扎心。但係佢冇改過，冇悔改，仍然係活在罪入邊，咁你哋冇得救㗎。所以呢度話咧，第一，你扎心嘅原因咧，因為神嘅話、神嘅真理神嘅教導刺透你嘅心。你假若今日係你扎心嘅話咧，你要咩？明白聖靈感動你，你要咩啊？認罪悔改呢度猶太人咧，佢哋扎心，佢哋知道自己錯，就問門徒，佢話：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呢？彼得咧就話：38節，你們各人要悔改。第一，你要悔改；第二，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今日我哋嘅洗禮咧就奉父神、奉聖子耶穌、奉聖靈三位一體嘅神嚟到幫你接受洗禮。咁呢度話
奉耶穌基督名受洗，好似佢哋冇去慕道班喎，又冇乜，其實佢有嘅。點解猶太人嘅習俗咧？佢在14歲之前咧，佢有一個大嘅成人禮。我哋中國人都有嘅，好多地方嘅民族都有個成人禮。在成人禮之前咧，佢要咩啊？佢要學摩西五經，所以佢哋知道有呢個耶和華神係佢哋嘅主宰，佢哋熟讀聖經㗎。有可能亦都係在生活上敬拜，在受呢個安息日嘅時候，佢哋聽呢個 Rabbi 佢嘅導師嚟到講神嘅話，先知書入邊以賽亞佢會聽到嘅。真正嘅猶太人，佢每個安息日夜晚黑星期五夜晚黑就開始咧就守呢個安息日。星期六咧就會教會嗰度咧，佢哋啲會堂咧聽嗰啲Rabbi 嚟到講解先知預言同埋嗰啲詩篇嗰啲教訓嘅，所以佢哋知道嘅。所以門徒彼得話：你扎心，你良心責備你嘅話咧，你第一你要悔改，認罪悔改。以前你中意做嘅嘢咧，你唔可以再做。以前你中意做嗰啲貪戀即係唔應該做嘅嘢咧，你要悔改180度嘅轉。你話我扎心，但係我唔想改，你就冇得救㗎。所以第一要悔改，第二你要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第三，你要知道你個罪得到赦免，你就要咩啊？領受聖靈。咁喺呢度咧39節咧，亦都係彼得話呢個神應許俾你，神應許父神應許乜嘢啊？第一，赦罪嘅恩典；第二咧，賜俾我哋聖靈嘅同在，在我哋心入邊教導我哋，安慰我哋，鼓勵我哋，亦都係我哋有呢個聰明智慧，有呢個勇敢去傳道。應許第一係要我哋咩啊？罪得赦免，我哋要悔改，罪得赦免。第二，我哋接受聖靈，在我哋心入邊與神同在，聖靈嚟到教導我哋。最後咧，呢度亦都講咩咧？應許給你們，即係我哋聽到嘅人。今日我哋聽到，我哋扎心要知道，我哋認罪悔改，亦都要受洗。我哋知道父神俾我哋嘅應許就話，我哋認罪悔改咧，耶穌嘅寶血洗淨我哋就唔需要再即係好似話我得唔得救啊？已經得救啦，因為耶穌十字架上付上呢個贖罪祭，亦都係第3日復活，所以我哋應該係有呢個應許。所以呢個應許咧，亦都係父神俾我哋呢個聖靈。最後咧就話呢個應許係俾我哋，你們和你們的兒女。第一，你們同埋你們嘅兒女。第二，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呼召嘅人。我哋有冇同家人傳福音呢？呢度我驚我冇勇氣，我亦都唔知點樣同佢講。聖靈與你同在咧，就俾呢個口才，俾呢個智慧，俾呢個膽量。門徒彼得以前3次不認主，今日喺呢個會堂入邊嚟到咩？傳講福音。我哋亦都係得到同一個聖靈嘅俾我哋恩賜。我哋要咩？同家人、親戚、朋友傳揚福音，亦都係對其他啲人要咩？遠方來嘅人
因為神帶領佢哋在我哋們中間，我哋要咩？傳揚呢個福音。好，我哋總結啦。呢個回應呢，你哋有冇覺得聽到之後扎心？你嘅有冇覺得自己需要認罪？既然要認罪呢，我哋要悔改。我哋在悔改之後呢，我哋要接受洗禮。我哋亦都知道父神俾我哋應許之一係赦罪嘅恩典。而佢父神俾我哋嘅恩賜就係聖靈降臨在我哋心入邊，等我哋有勇氣、有智慧、有口才，有得到上頭嚟嘅智慧。我哋讀聖經嘅時候，聖靈感動我哋，我哋明白亦都係聖靈會安慰我哋、鼓勵我哋我哋呢個救贖福音，我再講一次。門徒彼得引用聖經同我哋講，耶穌基督因為神愛世人，降世在世上，從30歲至33歲3年嘅時間嚟到傳揚福音。第一，道成肉身；第二，在付上呢個贖罪祭嘅時候，佢嘅身體擘開，寶血流出在十字架上，為嘅赦免我哋嘅罪。第三，要同人講嘅呢，救贖嘅福音就係主耶穌基督第3日從死裏復活。呢個復活40日嚟到繼續安慰堅固門徒嘅信心同埋教導。在40日之後升天，在父神嘅右邊為你為我呢度代求。亦都係在父神俾耶穌基督升天嘅時候呢，又賜俾我哋聖靈與我哋同在。所以將來我哋要期望主耶穌再嚟嘅時候呢，在佢未嚟之前，我哋要咩？有呢個大使命。呢個大使命就話呢，聖靈俾我哋勇氣、聰明、智慧，傳揚主耶穌基督嘅救贖嘅福音，亦都係因信稱義，我哋嘅罪得到赦免。好，今日呢就講到咁多。咁下個主日呢，又繼續講彼得第一次講道之後，佢有3000人接受呢個福音，願意悔改，願意跟隨主耶穌基督，成為新一代嘅基督徒。好，散會之前，大家一齊祈禱。天父，我感謝你，因為主耶穌基督愛我哋嘅緣故，門徒彼得講解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我哋嚟到付上呢個贖罪祭，十字架上嘅犧牲，佢嘅身體擘開，佢嘅寶血流出，係為赦免我哋嘅罪。我哋亦都知道父神耶和華因為愛我哋，佢有呢個救贖嘅恩典係賜俾我哋嘅，我哋嘅罪得到赦免，亦都係父神應許聖靈降臨在我哋心入邊，可以作為我哋嘅保惠師，時刻嘅嚟到教導我哋，俾我哋聰明智慧，俾我哋勇氣嚟到傳揚主耶穌基督嘅救贖福音，亦都係在我哋知道聖靈降臨在我哋心入邊呢，我哋藉着聖靈俾我哋嘅口才智慧，我哋會繼續在生活上同親戚朋友、家人或者工作上嘅朋友嚟到傳揚呢個救贖嘅福音。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呢個赦罪嘅恩典。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嘅名求，阿門。願神祝福你，又平安又健康。希望下個主日我哋再見。